今時今日，你仲用手寫支票或者用支票機咁麻煩，用 Inkscape PinCheck 功能，咪可以慳返唔少時間咯。只需要提前 set 好貴公司嘅支票位置，馬上就可以印張支票出嚟啦，既美觀又實用。Inkscape 都有幾個 function 包含咗 PinCheck 功能嘅，比如話 Insure Payment、Commission Payment 同埋 Voucher Entry。而家我哋就攞個例子嚟做 PinCheck 嘅功能，比如話我哋每個月要交租，我哋入一張租金嘅 voucher 先，入埋 Payee Name、Credit Sign。當我哋 save 咗呢張 voucher 之後，就可以直接喺 Inkscape 度編一張 check 出嚟啦。撳 check， 撳編就 OK 啦。我哋依家將張支票放落個編下度，撳打印。睇下張支票幾靚，依家我哋可以去簽名啦。